弘一法師話，當你越嚟越了解因果，越嚟越了解天道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去羨慕嗰一啲所謂嘅有錢人，因為你會明白一個道理，就係調整終究無法圓滿。你只有兩隻手，你唔可能同時握得住5樣嘢：妻、財、子、福、壽。所以命運如果有饋贈，暗中就必有剝離。咁就係呢個世界運轉嘅規律，亦都唔會有人永遠順利。人嘅一生啊，左手得，右手必失。你睇下嗰啲富甲一方嘅，又未必能夠享受天倫之樂。你睇過一啲權傾朝野嘅，又未必能夠有片刻安寧。天道循環，因果不虛。你羨慕人哋家財萬貫，但係你又可曾見過佢夜不能寐嘅焦慮？你眼紅人哋位高權重，但係你又可曾見過佢哋如履薄冰嘅謹慎呢？命運俾你開一扇窗嘅時候，必定又會關上一道門。呢個世界邊度有咁多十全十美啊？只不過係各人收各人嘅福，各人做各人嘅業。有錢又未必得閒，得閒又未必有愛，有愛未必有健康，有健康又未必有心安。人生就好似一個天平，呢邊重啦，嗰邊就輕。你得到咗財富，可能失去健康；你獲得個權勢，又可能失去咗真情。何必總係羨慕他人呢？你睇到都係別人想讓你睇到嘅嘢，你睇唔到嘅先至係真實嘅人生。月滿則虧，水滿則溢。天道既滿，人道既全。凡事留3分嘅餘地，既係俾自己嘅退路，亦都係俾命運轉還嘅空間。當你真正明白咗呢一個道理，就唔會再為得失而焦慮，又再唔會為比較而痛苦。人生在世，不過係左手接，右手放，接得住係福氣，放得下係智慧。禍係福所依，福係禍所伏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睇透咗因果循環，你就能夠活得通透自在啦。